阿母，今仔日食啥货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收看新单元。阿母今仔日食啥货？Lisa 阿母真够煮食，逐工拢煮真侪好食的物件，甲阮饲甲肥肥肥。所以 Lisa 决定要分享阮阿母的料理，互大家知，大家会当学起来哦。今仔日阿母要做的是好食的珍珠丸啊，咱紧来看卖。咱需要的材料有：先泡过上少2点钟的糯米、假肉、糖、胡椒、豆油、豆油膏、芳油、冷的葱姜水。第一步，先把假肉放入去一个壳仔内底，刷落来放淡薄仔糖、胡椒、豆油、豆油膏。阿母讲放的量看个人的口味，家己择。爱食甜，糖就放较济；爱食咸，豆油就放较济；爱食胡椒，你就家己放较济。刷落来用手甲肉掠掠拌拌软软的，甲调味料软好嚼，然后加一寡芳油入去，继续软。再来分配加入一寡煮好冷的葱姜水落去软。软甲肉变甲软软黏黏，差不多就好啊！爱记咧，葱姜水一定爱冷的哦，无倒入去肉就熟一半去啊。后一步，用手捻出一丸一丸的肉丸啊，放入去泡好的青糯米内，互每一粒肉丸啊拢裹着一层糯米了后，就会当放入去笼床内底啊。爱记咧，肉甲米爱垫好密咯，无吹出来是会散去哦。刷落来，咱会当抹一寡红菜头，放伫咧珍珠丸仔的顶悬，安尼看起来就真水啊！唔知影的人阁会叫是迄是鱼卵咧。拢总用好了后，将袜仔放水，甲笼床放起哩，开大火吹差不多20分钟就完成咯。是毋是就简单呢？大家紧学起来，会当煮好厝里的人食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。若想看我影片的话，我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别订阅观众朋友还要支持，也订阅的考虑线都安尼看到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大家嘛当加入 Lisa 的会员来甲我支持一下。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个赞的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